我想我妈妈跟大家的妈妈是一样。好哎。这个他们关爱我的心是跟你爸妈关爱是一样。就是说，可能就是你爸妈对你比较安心，然后我爸妈对我比较更多关心一点。做错事情，然后我妈就是会指导我，不只从一方面去指导，话都是